焦慮其實是來度化你，化煩惱為菩提。你有冇試過咁嘅時刻？生活表面好似好平靜，但心入面卻總有股莫名嘅不安，好似一團散唔去嘅濃霧，壓到你唞唔到氣。你拼命想要安穩，透過努力工作、瘋狂睇手機或者大吃一餐嚟填補個空洞。但焦慮就好似影子咁，你越係逃避，佢就越係緊緊跟住。佛陀喺維摩詰經講過，隨其心靜，則佛土靜。好多人以為焦慮係敵人，要徹底消滅，但喺覺者眼中，焦慮其實係一尊護法神。佢用激烈嘅方式提醒你，你行得太快，快到連靈魂都甩咗喺後面；你追得太遠，遠到忘記咗自己本有嘅寶藏。焦慮唔係要折磨你，而係要度化你。佢逼你學識轉念，一招足以改變命運嘅心法。當你肯放低成見，焦慮就唔再係敵人，而係引導你返歸自性嘅老師。佛學話，真正嘅焦慮源於對無常嘅恐懼，仲有對自我嘅誤解。心猿意馬，令我哋喺過去嘅悔恨同未來嘅擔憂之間瘋狂跳躍，唯獨唔喺當下。你所焦慮嘅事，往往90%都未發生，但身心卻已經為幻象付出慘痛代價。焦慮嘅母體就係執着，好似想喺沙灘上緊緊捉住一粒被海浪不斷沖刷嘅沙粒，手越係握得緊，沙粒就越快流走。呢種徒勞嘅控制欲，最後化成胸口嘅緊繃同窒息。佛學揭示，世間萬法皆緣起性空，冇任何事物係永恆唔變。佛經有個比喻叫自前如蠶，蠶吐絲作繭，本意係保護自己，但最後卻因為吐得太多，困住咗自己。焦慮就係我哋自己吐出嚟嘅念頭之絲，煩惱即菩提。焦慮唔係要毀滅你，而係你靈性覺醒嘅陣痛，好似種子破土前嘅窒息，鳳凰涅槃前嘅烈火。焦慮係推力，逼你去尋找解決嘅出口。當你唔再抗拒，而係開始審視嗰個焦慮嘅我究竟係邊個，你會發現嗰個我只係念頭拼湊出嚟嘅幻影。當你照見虛幻，焦慮嘅根基就會開始鬆動。願你喺面對焦慮嘅時候，唔再視佢為敵，而係看見佢嘅轉化力量，學懂安住當下，讓焦慮成為你走向自在嘅火炬。